全球碳计划研究团队将发布今年的全球碳预算的报告，指出讲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会是历史新高。嘛，经过讲照今年的排放量来计算，全球的碳预算大约个4档个用了咯。全球温度升高的程度，恐惊是无法度控制伫摄氏1.5度以下咯。第30届气候峰会 COP30 正伫咧巴西进行，经过一份国际科学家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全球碳计划第13发布今年的全球碳预算报告。内面讲，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碳排放量会比去年悬1.1%，达到422亿吨，有可能会创历史新高，和全世界暖化控制伫咧摄氏1.5度以下，并且无可能的任务。It's a critical threshold beyond which one system reorganizes potentially abruptly or irreversibly. So it's a complete change of a system with a little change of one parameter of the system. So it's what we call a tipping point. 这份报告考察人类烧碳氢化合物生产红门图，还有亲像做森林这寡土地利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碳排放，这嘛出的全球碳预算只干那1700亿吨。照今年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出的碳排量会伫4年内用完。报告分析，美国是全世界第2大碳排放国，不过川普政府唔拿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无参加这边的巴西气候峰会。另外，美国天然气计算机构火力发电增加，和碳排量增加7.5%。再加上欧美的碳排量，因为冬天温度低，室内烧暖气使用量悬，拢造成今年碳排量增加。China, of course, has been investing in clean energy and owns a lot of the important supply chains for clean energy. So it's certainly going to help China and potentially help China firm up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will be relying on their technology. 另外，国际地下组织也警告，化石燃料已经是全世界人权甲环境上大威胁，因为全世界1/4的人口是活伫咧化石燃料开采区的差不多5公里内，所以开采活动会威胁到20亿人口的健康，也个附近的生态系统。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